要办护照的民众要注意咯，外交部领务局对6月初开始推出线顶头写资料、相片上传的系统服务。要办护照的民众会当先伫咧网络顶头处理好势，伫现场就唔免等遐久。 真侪人有咧外交部领务局柜台排队等待办理护照的经验。今麦领务局提供线顶服务，互民众办理护照会使先伫线顶写资料、提供相片，嘛会使注文到现场办理的时间，避免就伫现场苦等待。自己亲自办，那你就可以到林务局的公共事务机 kiosk 机把它印出来。那传之后，它系统马上帮你检查你这种大小啊、人头啊，是不是符合规格？应该会节省蛮多时间的吧？上次办的时候就是光填表就大排长龙。网络的这个申报方式我还不是很了解啦，可能也是要熟悉那个网络的作业吧。随疫情发展，最近有一寡国家放零旅游限制，领务局表示，确实观察到要办护照的民众是愈来愈多。大概去年平均每个月大概就是2万本。 那今年在从3月开始，我们就注意到这个量开始往上冲，然后到3万5千本哦。不过用系统检查相片，敢有度防范民众使用假相片。领务局表示，系统有甲身份证资料连线，有特别训练过的员工会使到检查。记者郭碧君达报道，台北报道。